副总统萧美琴顶日来接受访问，讲台湾唔但伫咧美国投资台积电，阁会投资半导体相关产业，接着去互质疑讲是要甲咱台湾的护国神山刷走。不过今仔日行政院长杜永泰是强调讲，咱台湾本身就是山，刷袂走。另外，台美的关税谈判方面，风声讲是用美国车零关税，也阁有开放美资来争取关税莫阁塔起哩。不过杜永泰是无直接回应。台美对顶关税还咧谈判，不过副总统萧美琴顶日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专访，讲到台湾唔但答应伫咧美国投资台积电，还阁包括半导体生态系，亲像供应商、晶片制造商等等，防质疑是甲山搬过。不过行政院长杜永泰日伊强调讲，台湾就是山，无人刷会走。山在台湾，台湾就是山，没有人移得走。不是过去啊，是力量的延伸啊，在那边。本来在台湾就会立足台湾，那因为就厂商而言，你到海外去全球布局的话，一定第一个要有订单嘛，第二个要可以赚钱。行政院强调讲，产业会有自主性的全球布局，这嘛是甲美国谈判台湾模式内底上界重要的关键。现在台美关税传出要用美国规价车进口零关税，全面开放美国猪肉，来达成取消税率塔起的情形。杜永泰敢若回应讲，谈判的进度要持续在进行当中。在国家产业的利益之外，最重要的还是国人的健康跟粮食的安全。各个项目的任何谈判的进行，都在这个原则上去进行，不会有特别的例外跟突出。除了关税，朝野立委嘛关注体育的发展，关心推动台湾棒球博物馆的进度。应该是整体运动的博物馆，我们希望说在保留这些过去我们运动前辈们的所有的文物。最近我们会积极去做来。不管是找地还是这部分，我们都有慢慢在规划。最近卡球协会有真侪争议，利用讲每年各项目会有家己的运动馆委员会，理事长是选举产生的卫视指派，每年至少爱开一届会，提供第一线运动员的想法和运动部，互各运动协会会当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